你活得咁攰，唔係因為你冇本事，而係你命入面官煞太重，硬生生將自己困住。喺八字入面，呢組十神同星官佛財冇直接關係，講嘅係你成世人同規矩、面頭、壓力、責任扯埋一齊。呢份束縛太重，甚至佢改變你睇世界嘅心態。官煞重嘅人最心痛一樣嘢，唔係能力唔夠，而係太過識大體，成日俾身邊人嘅期待綁實，做乜都驚做錯，活得身不由己。官就係正官，煞就係七煞，兩樣五行都克制日主，所以合稱為官煞。兩者分別好清楚。正官好似固定唔變嘅考核標準，條理分明，但長年累月都令人透唔到氣。七煞就好似無休無止嘅高壓考驗，變數多多，隨時隨地都要面對難題。古時候嘅典籍推崇正官，睇唔起七煞，係受當時時代環境影響。以前入朝做官先係上等出路，打打殺殺就代表凶險，先會有呢種片面講法。擺喺現代嚟睇，官煞就係社會環境帶俾人嘅束縛同塑造。正官對應身份、條條框框、世俗標準；七煞對應行業競爭、長期高壓。官煞旺嘅人好難隨心所欲過得自在，心入面永遠有好多句你應該、你必須，不停約束自己。好多命理師傅講得好片面，話帶七煞容易惹禍，有正官就一定富貴。呢套講法放喺而家根本唔得用。現代人唔使上陣打仗，所有壓力都嚟自工作考核、日常開支、外人嘅評價。重點唔係有冇權勢，而係你俾規矩困住，定係識得喺限制入面揾出路。官煞重嘅人，神經時時刻刻掹實，就算休息都放唔低心頭所事，下意識同自己定好多底線。做嘢首先衡量風險，人哋點睇，耐咗落嚟好難真正放鬆。就算外表開朗樂觀，心入面對自己要求極高，絕對唔容許自己失態，做錯事。呢類人唔一定刻意做老好人，只係接受唔到自己做事失體面，對自己嘅要求遠比其他人嚴苛。情緒方面，呢類人好怕犯錯，多數係細個屋企管教太嚴造成。稍有差錯就會俾人指責，久而久之做算擇，只識權衡利弊風險，忽略自己內心中唔中意。遇事首先睇符唔符合規矩，好少問下自己願唔願意。身處冇規則、冇標準嘅環境，反而心唔定。如果入體制單位、大型企業，反而可以穩步發展，天生責應秩序同約束。感情入面，官煞旺嘅人習慣一力擔起所有重擔，有事衝嚟唔去推卸。但短板都好明顯，越係在乎屋企人，越中意用高標準約束身邊人，將關心變成管束，相處成日掛住你應該，缺少溫柔陪伴。仔女成隻跌，第一時間唔係關心佢身心狀況，反而擔心佢將來前途。伴侶想休息轉賽道，第一時間就顧慮穩定同保障。自己覺得係負責任，但屋企人感受到嘅就係壓抑同否定。好多官煞重嘅家庭鬧矛盾，根源從來唔係唔負責任，而係責任心太重，將所有人都困住。七煞偏重嘅人，職場氣場會強好多，唔經挑戰，甚至中意解決難題嘅過程。外表果斷強勢，唔怕同人有衝突，但心入面並唔係堅不可摧，只可以靠不停承壓解決問題，先確認自己嘅價值。一旦得假冇事做，反而容易空虛迷茫。七煞旺嘅人唔係天生命苦，只係習慣咗對抗高壓，一間落來反而揾唔到自我。原生家庭入面，官煞旺嘅人好早就擔起屋企重擔，多數係大仔大女、父母、親戚有事全部靠你。口入面成日抱怨句，但始終唔忍心放手。核心問題唔係責任心太強，而係分唔清人哋嘅需求同自己嘅邊界。送一句忠告俾所有官煞重嘅人：官煞唔係要你變成規矩嘅附屬品，而係教你喺約束入面守住本心。成世人最重要嘅修行，就係唔好再淨係為人哋嘅眼光而活。分享3個實用調整方法。第一，面對人哋嘅要求，先分清責任。
呢件事本來就應該我負責，定係淨係驚令到人哋失望，先勉強接手。第二，做選擇唔好淨係睇穩唔穩定，多問下自己內心願唔願意，唔好為咗達標，放棄自己想要嘅生活。第三，接納自己都有脆弱一面，頂唔順唔使死撐，示弱唔係懦弱，而係同自己和解嘅開始。偶爾直白講一句今次我優先顧自己，都係一種解退。觀察唔係用嚟判斷災禍定富貴，而係等你睇清楚自己長期承受壓力嘅模式。你可以俾規矩壓到止步不前，亦都可以借住呢份磨練沉澱自己，有所成長。你係長年負重壓抑自己嘅正官命格，定係停唔到奔波，日日對抗壓力嘅七殺命格？歡迎喺評論區分享你嘅經歷。想知具體化解同調理方法，記得嚟搵我。